大家好，我係 AI Lawrence， 今日懷住滿滿嘅誠意邀請大家加入我哋嘅奇門納吉氣群組。你哋有冇試過覺得自己嘅財運、事業運、人緣桃花運或者學習考試運總係差少少？其實好多時候運勢嘅好壞同我哋身邊嘅環境氣場能量息息相關。奇門遁甲作為一門古老而深奧嘅學問，正正可以幫助我哋透過佈置風水陣吸納吉氣，改善運勢。喺呢個群組入面，我會喺6個月內手把手教大家點樣運用奇門遁甲嘅原理，去佈置多個適合自己嘅納吉氣風水陣。無論你係想增強財運、提升事業運、吸引人緣桃花，定係想喺學習考試上更加順利，我哋都會有相應嘅方法同技巧分享俾大家。首先，我會教大家點樣揀選適合自己嘅方位同時間，因為奇門遁甲強調天時地利人和，揀啱時間同方位，效果會事半功倍。然後我會詳細講解點樣擺放風水物品，例如水晶、植物、風水擺設等，去吸納吉氣，趕走負能量。另外，我哋仲會定期舉辦線上分享會，解答大家嘅疑問，分享更多實用嘅奇門遁甲運籌小貼士。你哋可以隨時喺群組入面交流心得，互相學習，共同進步。大家可以將擺陣完成圖放上群組，互相參考。最緊要係將增運後嘅好消息同大家分享。加入奇門納吉氣群組，唔單止可以學到實用嘅奇門遁甲運籌知識，仲可以結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，一齊探討運勢嘅奧秘。如果你都想改善自己嘅運勢，就快啲加入我哋啦！名額有限，機會難得，快啲行動啦！期待喺群組入面見到你哋，多謝大家。